全球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厨娘香 Q 秀》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再度邀请非常可爱的花妈，要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分享现在时下最夯的，观众朋友一定会喜欢韩式年糕。我们欢迎花妈，花妈， Hello， 欢迎。Hello， 厨娘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花妈。除了这个辣了之外，当然要来点甜的来收口啊。那我们今天花妈带来的这个甜的也很特别啊，其实很简单做了，是韩式的糖饼哦，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太阳饼啊？它吃起来有点像，如果大家有去台南，我觉得它吃起来有点像那个韩鸡捧。哦，因为它要发酵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又是糯米粉。哦，我觉得一定会很好吃，就好像我们把这个像那个麻糬哈，里面有包馅的，然后拿去煎一样，对不对 ？QQ 的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这个配咖啡很好吃哦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他想怎么可能？真的。对。那我再告诉你，烤好的韩吉哈，就是烤好的地瓜哈，配咖啡，我告诉你是绝配，不一定要配 cheesecake。哦，你改天试试看看。好，那它的食材很简单，就是200克的高筋面粉，100克的糯米粉，然后呢酵母，黑糖。OK， 黑糖哈才会有那个味道啊，而且大家也知道黑糖好像是可以体内环保的嘛。对，然后又补血，就是把它混在一起。这个其实可以跟小朋友在家里一起做。对，这个小朋友都可以做的。花妈的2个小孩儿子都非常的会料理哦。谢谢。然后水的部分基本上我们是240。对，那每一家的糯米粉跟它的高筋面粉的吸水量也不一样，是，所以自己要慢慢加斟酌一下，不要一次240就全下。对，就上下10%哦，我们先留着哦。对。那有时候呢，天气比较湿的话，可能呢面粉它的含水量也会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就不要一口气下。那也是跟我们平常做面包一样，要达到3光吗？不用不用。对，就是把它拌匀、揉匀，然后让它去发酵就可以了。你在家也是这么斯文的用筷子吗？还是用手？当然是用手。那如果你的黑糖的部分啊，如果有结块啊，你可以其实就是可以先把它就是过筛，让它的质地细一点。对。好，就是大概这样子的状态哈，就可以了。你不用说一定要把它揉得很光亮。那要不要甩啊？那些都不需要，都不需要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它，就是说有筋性或吃起来很 Q 弹，对，不需要。其实哦，它很特别，因为它加了糯米粉，它吃起来就会很 Q 了，就会很 Q 了。对，那我们就把它放到旁边。OK， 好。那一般呢，他们在韩国啊，他们就是会包黑糖，以黑糖为主。那黑糖呢，跟什么很搭？黑糖跟什么很搭？跟肉桂啊。对，黑糖跟肉桂很搭，他们会加一些肉桂粉在里面。可是有些人不喜欢啊，我超喜欢，我连衣橱里面都要摆肉桂。那我们就是可以取自己喜欢的一个大小，好，然后把它就是捏一捏，把它捏平，然后呢，里面就包上我们的黑糖。哇，这大口，好，一旦你爆浆，你就好吃。然后你是这样子包，不是说把所有的材料混在一起然后再包啊？可以混在一起。那我想说这样子，大家可能会看得更清楚。对，然后这是第一个里面的内馅，那内馅我们可以自己去变化。是，它们里面呢有些还会加很多的坚果。对，那其实这样就把它包起来了。对，这样就包起来了。那这2样是另外一个口味的吗？对，我们自己再把它变化口味。哦，我就想说，如果这个里面，我们就把它揉圆。先放这 ，OK， 就这样。台湾最有名那个麻糬有没有？里面花生粉啦，对，花生粉那是我的最爱啦。我这次回京都的时候呢，在最后那一刹那呢，我就在那个那个鸭川那个十字路口啊，一直望着我爱的那一家麻糬店，叫做丹波屋哦。那是一群老太太啊，在那边做的那个麻糬，我就一直在考虑，我到底要不要去吃？我姐姐说，你不要再坚持了啦，这一颗麻糬吃下去不会胖很多啦，你回去露营没有什么影响了。我就过了马路，然后把我等了半个小时的公车给 skip 掉，就为了这个花生粉啊，我觉得麻糬包花生粉呢，就是最佳拍档。爆颗一定好。
那呢，我觉得呢，小朋友最爱的呢就是 cheese。那我就用黑糖加 cheese。哇，嘛是会在做咸的就对啦。对，会用这。啊，传统的话呢，比如说韩式他们最传统的就是那个黑糖肉桂，对，然后加综合坚果。哦，对。像他们在制作的这个糖饼，在煎的过程，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器具，对啊，那个器具就很像我们台湾在做那个汉堡吗？塔壳有没有那个平平的压？就是要压嘛。我刚刚就在想说，这要怎么压啊？对，那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是用，例如我们的汤勺的这里这个部分，再没有的话，就是用我们的锅铲嘛，也是平的，然后就是把它压扁，对。它还蛮快的，对糯米，像如果说我一次要做多一点的话，可不可以说像刚刚我包好，就像刚刚包好的像包子一样，能不能放到冷冻库？可以，这个是观众朋友应该很想要知道的。一次做起来，对，一次做起来，然后想吃的时候也不用退冰，你直接很小火慢慢去煎它，甚至盖个锅盖呢，让它那个温度呢很快的平均的话呢，其实可以一次做多一点哦。难怪是厨娘。其实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就把它切开。那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吃这一道啊，很特别哦。你上面可以加什么？冰淇淋。哎，对耶，你什么都知道。对，我也很烦恼，我为什么什么都知道？然后我们就撒一点。他也在我旁边搭档，有时候觉得好无趣哦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我才在想说，哎，你准备这一个是咖啡色，然后底下又是咖啡色，怎么办来着呢？撒一点这个糖粉。对，就是让颜色跳出来。然后如果有巧克力酱啊，也可以淋上一些巧克力酱或者是那个蜂蜜。可是我觉得它已经够甜了啦，我们又撒上一个糖粉，糖粉还好，它没有过甜。对，那我觉得基本上呢，然后如果有薄荷叶。如果客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放个几片薄荷叶，就整个那个颜色就跳脱出来。对啊，至于像这种薄荷叶呢，我会建议大家呢，如果有空间的话，可以呢买一盆回来自己种哦，因为它非常可以长得很大翁，而且呢，就是说，就算呢冬天被雪呢覆盖了，第二年呢它依然呢非常在春天的时候就非常的茂盛哦，不管是装饰用啦，或者是说泡在茶里面啊，那薄荷都是不错啊，甚至像退烧药里面都有薄荷的这个。还有喉咙痛啊这些哦，所以薄荷叶它的那个广泛的被运用哦，我会建议大家像这么好的一些植物呢，你都可以种1-2棵在家里面哦。好，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花妈呢，真的是百忙之中非常忙，她现在是大红人了哦。那带来呢这2道呢非常典型呢、很经典的这个韩式料理呢，做法很简单啊。那观众朋友想要知道这个，很多人一定想知道这么好吃的泡菜怎么做，我们花妈呢也会把食谱附上。好，那我们有不了解的地方，随时到我们的粉丝页呢留言，那我们都会请我们的花妈呢跟大家，就是非常详细的来解说。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欣赏，我们的漂亮的花妈准备的这么好的这个料理哦，我们下次见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花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